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开始历代志下第18天的共读。我们今天邀请结余小组长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再次聚集，孩子们都来到你的面前。祝我们结束我们一天的行程，不论是上班或是上课、做家事，或者是呃到哪里去的行程，我们可以在晚上一起聚集在这边，一起领受你的话语。说啊保守，等一下我们每个人，洁净我们的心灵，也保守我们能够都透过牧师的信息、牧师的话语，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也能够领受在神的话里面，每个人都得到，上帝要告诉他的感动。主啊，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好，谢谢。那我们在昨天读到历代志下的第15章，那讲到亚萨他在为前面的10年是上帝赏赐的太平，接下来又有25年的时间是这个上帝与亚萨同在。那特别昨天看到亚萨他如何带领全国的这个信仰的更新，而是来自于先知的话，就是亚萨利亚，而这个亚萨王也带领国家、带领百姓来寻求上帝，而上帝就被他们寻见，即便他可能得罪了他的祖母，即便他可能得罪这些拜偶像的人，但是在北国犹大当中，也有以法莲人、马拿西人、西面人都来到南国，归顺在亚萨，跟着亚萨一起来敬拜上帝哦。所以这是一个祝福的事情，也看见他们是一个欢乐在那边赞美，好，那是一个恢复百姓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的是第16章，那所以昨天的几个经节，第2节、第7节、第15节，亚萨或是这个先知亚萨利亚的提醒，在第2节还有第7节，以及在第15节是这个亚萨王所带领大家百姓所做的，而百姓就来立下跟上帝立约，要一意寻求上主，上主就让他们寻到，并且赐给他们太平，也就是代表上帝与这些百姓的同在啊。好，那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的提醒是有效的，而亚萨他在位7年呢，对不起，在位41年呢，经历了北国7个王啊。好，那最长的有24年，最短的只有7天。但是亚萨他不会被这个北国的起起伏伏所搅扰，而是能够在这当中来经历上帝的同在。那么今天要看到是最后一章关于亚萨的介绍，第16章，讲到亚萨的晚年，他依靠了军队，依靠了军力来解决国家外交上的困境。第二个呢，就是他对于上帝给他的提醒，他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面对这个先知亚萨利亚的顺服，反而他来责备先知，甚至来虐待百姓。那最后讲到亚萨他最后的这个一生的结束，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好，那我们就请结余来带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历代志下的第16章。首先从第1节来读到第6节。亚萨36年，以色列王巴沙来上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萨那里出入。于是亚萨从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拿出金银来，送与住大马色的亚兰哈王便哈达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与你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便哈达听从亚萨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但亚伯马因和拿佛他利一切的基货城。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修筑拉玛了。于是亚萨王率领犹大众人，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
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加巴和米斯巴。好，谢谢。好，那在这里提到的年代呢，是在亚萨在位的第36年了。好，因为昨天的最后一节讲到亚萨做王前面35年都没有战争，好，是一个非常顺利的时候。好，那这里提到说35年之后，第36年，好，就是他在位的最后这6年当中呢发生的事情。不过呢，他讲到北国是以色列王巴沙，但如果巴沙的话呢，是亚萨在位的第4年开始，就是巴沙在位，而巴沙只有做完24年了，所以4加24也只不过28，所以在这里年代呢，就差了7年的时间，就算起来是差了7年时间。好，那这7年当中到底是记载的年代错误呢，还是这个王的错误呢？如果是亚萨做完第35年的话呢，就是35年过后的第36年，应该是在亚哈的父亲，就是按例做北国以色列王的时代啊。但是我们去对照列王记的资料，那没有办法对出到底是年代错误还是王的名字错误。但是他在这一章在强调，就是无论这段经文，同样的经文是记载在列王记上15章，所以看这2段的经文都是同样讲到这一些的事情，就是巴沙侵犯犹大，然后这个亚萨在位的第36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应该是在强调就是亚萨的晚期，晚期。好，那这里讲到他这个北国呢，怎么侵犯犹大呢？就是进入到接近南国的边界。那这里有看到这个地图哦，好，北国是上面的，好，那他来到了加巴，好，然后拉玛，好，就是已经过了这个南国的边境了，好，然后呢，站在犹大的这个这个要接近犹大地方，好，所以亚萨王呢就在这个南北的边境呢，特别是这个加拉玛和加巴，好，来修筑这些城镇，好，不让这个巴沙王，好，他就是要来控制耶路撒冷的地方。那亚萨在这个时候他怎么做呢？好，他就去找了更北边大马士革叙利亚王便哈达，好，那就是从这地图当中，好，可以看到他就直接的绕到北国的北边，啊，去到大马士的地方，好，便哈达，好，然后带着什么呢？第2节说亚萨他就把圣殿还有王宫里的金银运到大马士革。那昨天的经文里面有提到，好，这些的金银王宫这些金银呢，其实都是亚萨那时候把它分别为圣，把它分别为圣才放进去的。但是现在把它拿出来了，而且拿出来是做什么呢？不是奉献给上帝，这些分别为圣，原来是分别为圣的东西呢，他却拿去给叙利亚王，就是这个亚兰王便哈达，所以表示说他这个原来分别为圣跟上帝有立约的关系呢，因为这个动作呢，就取消了跟上帝的立约哦。所以昨天15章我们看到是亚萨带领百姓和神立约，但是因为他为了要抵挡北国对他们的侵犯干扰，而他没有去寻求上帝，他反而把圣殿当中的王宫当中的这一些分别为圣的东西拿去送给亚兰王，就是叙利亚王。然后呢，讲了这段话，说我们的长辈曾经是盟友。那这个亚萨的父亲呢，就是亚比亚王。好，那亚比亚王的记载非常的短，他是不是曾经跟亚兰当过好朋友？这个圣经不可考。那但是既然这样说，对方也这样做，或许真的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因为我们的长辈是盟友，我们也结盟，这些金子银子虽然是金子银子，但是原来是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的。现在呢，他却把它送给了亚兰王，然后呢说叫亚兰去跟巴沙北国的以色列巴沙解除盟约啊，好，然后呢把他这个国内的军队撤走。便哈达好，他收到这些金银就同意亚萨建议，好，就派他的统帅去打北国的城镇，好，甚至便哈达还攻下了以云、但、亚伯还有伯马加，好，那还有所有在拿佛他利的城堡，好，那这些以云、但、
然后拿佛他利好这些的地方呢，都是在北国的境内，所以他从这里好去到这里，然后叫他来打这里，好，那就是给这个北国以色列好一个致命的重击。那巴沙好，北国以色列听到的事情呢，好，他就要赶快回去防守，就停止了在犹大建筑拉玛好这些的工程，然后所以亚萨王呢就赶快叫人家好去把这些北国巴沙在建造的石头木材去建造哪里呢？好，建造好加巴和米斯巴，好就是加巴，那米斯巴比较远，也跑到北国，好，所以这里的地方呢，就是看到这个就是亚萨用他的外交手腕，用他的外交手段，然后呢让北国的以色列王呢巴沙王放弃这个侵略，或是在这边来筑起他自己的地盘。那所以这个事情呢有达到亚萨的目的，但是呢却伤了上帝的心啊。好，那我们接着再请婕妤带我们来读第7节到第10节。那时哈拿尼先去见亚萨王，对他说：“你倚靠叙利亚王，不倚靠上主你的上帝。所以以色列王的军队都从你的手下逃脱了。以前古时和利比亚不是有强大的军队，又有许多战车和骑兵吗？可是你倚靠上主，他就使你胜过他们。上主看顾全世界，赐力量给对他忠诚的人。这件事你做得很愚笨，所以从现在起，你将不断地遭遇战乱。”亚萨听了非常气愤，就把先见关起来。同时，亚萨开始虐待一些人民。好，谢谢。我们台语有一句话叫“更小灯手提”啊。那这个亚萨呢，虽然他是想要像大卫一样，好，就是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王，好，那前面的35年，其实他都做得非常好，扮演得非常好，好，那也带来不管是面对古时的百万大军，好，或是这些的北国好的这些侵犯，好，但是呢，或是这些偶像好冲刺，他都能够处理得很好，很好。但是却在他晚年的时候呢，他却依靠用借亚述人的手亚兰人的手去抵抗北国的以色列，所以上帝也透过先知哈拿尼哈拿尼呢，就是北国王耶户他的爸爸，那这个记载呢在列王记上的16章，可以看到哈拿尼，那哈拿尼来见到这个南国的亚萨呢，对他说：“你依靠的是叙利亚兰王，而不依靠上帝。所以呢，你现在的计谋得逞了，这些以色列军队都离开你的国家边境了。但是以前的时候，你是依靠上帝，上帝使你得胜，而上帝的眼目呢，不是亚兰他就看不到你的这个秘密协商协议，上帝不是不知道，所以有人举手，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哦。如果有问题，再麻烦反映给我，或是打字也可以。好，那所以上帝并不是不知道，他是眼目遍察全地。现在中英本翻成上主看顾全世界，而兼顾那些对他忠诚的人，就是赏赐力量。但亚萨这件事做得很愚昧，所以从现在起将遭遇战乱了。那因为历代志或是列王记上都写得很清楚，就是36年做完这36年开始，只是呢36年对照起来的就不是巴沙王，好，那无论如何呢，亚萨没有像他的祖先曾曾祖父大卫这样子好的先知拿单警告大卫之后，大卫第一个反应就是我错了，好，他有罪了，好，他跟神认错，好，他愿意谦卑下来。但是亚萨做什么呢？非常生气，更小灯羞气，还把警告他的先知哈拿尼关起来，甚至呢还去虐待百姓。虐待的原文就是压碎，把这些百姓压碎或是迫害，所以他就对百姓下毒手。他本来是要百姓跟上帝立约，现在他居然带头来迫害百姓，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王。但是整个亚萨还是被上帝，他的一生还是功大于过。那最后的4节我们来请婕妤带我们读11到14节。
亚撒在位期间所发生的事，全部记载在犹大和以色列列王史上。亚撒作王的第39年，因患了严重的脚病而瘸腿。即使在那时候，他也没有祈求上帝的帮助，只去求问医生。2年后，他死了，葬在大卫城他事先为自己凿好的石墓里。人用香料和香油涂抹他的尸体，又生了一堆大火向他致哀。好，谢谢。那先知说他要开始遭遇战争哦，开始遭遇这些的战乱但是在这里没有讲到说什么样的战争，因为毕竟前面古时人的100万的大军来那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战争但后面没有提到战争，但是讲到了亚撒的征战特别是在他自己的在位第39年所以就是3年之后，他患了脚病那脚疾，那这个呢有的解释是像是痛风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性病是一个性病但是呢就是不能行走，而且非常严重，甚至就在他生病的时候呢，这里还特别提到，即使在他生重病没有办法行走，也没有祈求上主的帮助，只求问医生所以这也成为亚撒又再记一笔。第一笔呢，就是他倚靠总共3件事，第一个就是他倚靠亚兰这个叙利亚的军队，第二个先知来警告他不听，还把先知关起来，然后还虐待百姓。第3个他就是在年老生病的时候，病到很严重，也不跟上帝祷告他可能就是跟上帝有点翻脸的意思好，那所以呢只求医生，所以这个病之后2年就死了，应该就死在这个病中。但是他是葬在大卫城，他事先为自己凿好的坟墓里面但是百姓还是非常的爱戴他，至少跟北国这么混乱的情境比起来，百姓还是非常感谢亚撒带给他们国家的改革革新，还有能够在国内跟百姓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百姓还是用香料香油涂抹他的尸体甚至生了一堆大火那这个生一堆大火，就是它的原文是烧了一场极大的火，就是这个火呢非常的旺来为他致哀。所以我们看见亚撒他的一生，从第14章、15章、16章这3章当中，亚撒接续他的父亲没有做什么太多的不好事情甚至亚比亚曾经呢也是面对了北国80万的大军但是他起来的演讲还有他怎么样来鼓励祭司吹号呼求上帝，上帝就使他得胜只是呢亚比亚却没有依靠上帝，但是呢亚撒和他的父亲亚比亚不同，可是我们也看到是先胜后衰相当的可惜，而且就在最后的这35年，第36年到41年这短短的5年当中，让他前面辛苦的10年跟25年呢前面就是还好是算有守住，因为他还是南国犹大8个好王当中被上帝看作是好王，只是他的最后的下场跟上帝的关系变得非常的陌生或是冷淡但是百姓仍然是纪念他，所以我们看见亚撒他没有办法谦卑，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很致命伤的部分。还有就是他依靠国外的军队，依靠他看得见的，却不依靠那看不见的上帝。还有他自己生病的时候，他求医生，却没有祷告求上帝。所以这3件事情那也是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惕，就是我们要如何像大卫一样维持跟上帝好的关系，而且我们可能在患难当中，或是被纠正、被管教的时候，不要灰心，不要丧志，因为凡主所爱的，主必管教。所以上帝来管教我们，告诉我们哪边不对，告诉我们哪边有错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大卫，不要记得亚撒，我们要记得在上帝的面前谦卑，而不是像亚撒这样子愤怒生气，然后还去责备、去虐待那些纠错的吹哨的人，而是要寻求上帝的公正和公义如果亚撒在这时候这3件事情当中，上帝提醒他每一件事情，他就在那个时候悔改的话，或许亚撒他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好王。
那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亚萨结束，明天开始呢，17章到21章更长的篇幅，再介绍亚萨的儿子约沙法王约沙法也是一个好王，而且他的一生的这个所留下的事情，也更多值得我们学习。好，那我们就明天再继续来介绍约沙法，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3天当中看了亚萨他做王41年的时间，他如何稳固国家，稳固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即便是遭遇外来的军队的攻打，或是面对北国的挑衅，或是面对各样子的患难，他都曾经自己与神立约，也带领百姓与神立约。而今天我们看到，在他晚年的3件的错误的事情，也成为他一生非常可惜错过的机会。也求上帝让我们成为我们的借鉴，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如何谦卑，如何在上帝的眼前来鉴察自己，让我们知道上帝的眼目鉴察全地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到上帝的面前，再次心意更新变化，能够成为上帝所喜悦纯全明白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旨意，也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来合乎主用也求主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拜拜，拜拜，谢谢，平安，谢谢牧师，谢谢大家，晚安。